以外，其实是一个很无能的人，很懦弱的人。他在面对中共的时候，很容易膝盖就软掉，就要下跪的。所以台湾选上马英九，大家就等着像这2天看到西藏的情况一样，等着被屠杀、被迫害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站出来，不要让马英九选上总统。他一家人满口仁义道德，在波士顿通信讲大家要爱国，害他同时忙着申请绿卡，要做美国人。他爸爸每天满口仁义道德，来打地底下开闸我干女儿变成干女儿了，像这种人，规个家伙啊，拢在啃。但是在等时，一块泛蓝的媒体打地在泼马英九，把他偶像化。但是真实的马英九，其实是一个无能的、懦弱的，面对中共就软脚的人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勇敢站出来，在这几天要勇敢坚定的表达你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，反对像马英九这种软弱的小孬孬啊，不要让他跟中共。记者问我讲小孬孬比较孬还是大孬孬比较孬了？其实马英九那个无啥人讲的，他就是会演戏而已啦。伊的演技跟胡志强都加高了，这演员袂歹啦。但是这总统会害咱变做西装同款，所以大家为咱的子孙一定要打拼，一定要让台湾继续会当伫自由民主发展。马总统啊，大家拢讲伊有做用卡马，是驴是马，牵出来遛遛看就知道。台湾人若甲中国人有啥物冲突，伊拢倒中国人。台湾即马有80万大学生、研究生拢咧办助学贷款，就表示普遍台湾人无好过。中国的研究生来，伊要甲补助一个月3万块，你有做干你啊！你是勇敢好汉赞。中国的艺术家来，一个月甲补助6万块。台湾人有偌济艰苦人，80万人办助学贷款，伊唔去甲补助，伊去补助中国的研究生，这是什么总统？台湾拄着主权的问题，即马马总统一箍仔旧仔囝，伊甲民进党当作敌人，伊甲共产党当作朋友。